这个所在来代替着咱所有来管理以及来表扬的各位成员同修，来感谢咱海上单位的这个协会，大家鼓掌来感谢。第二呢，要感谢咱经济单位，因为呢，讲到最后，地头分者大家都袂快乐，所以因此呢，咱经济单位自昨就安尼60个人来咧会员，在咧准备咱今日下昼这个午餐，讲起来讲要办40%的。可能这40%的相当，几个人就较多，所以咱呢，今日感谢咱爱国单位，这经济单位吼，这个